良知私利各拢足地，我哪来伫遮咧？陆将军，将军精神啊吼！恁是安怎？哪会知影我？陆将军，恁免担心啦。阮拢是中原人，阮姓岳，这是我的囝岳胜啦。因为你伫咧坟墓中有伫咧讲啥物有燕郊幸不留名，所以老身才断定讲你大概就是杨陆将军。你是去中着山中的瘟疫啦，昏倒伫咧迄个山路边，是阮囝甲你挨倒转来的，搁叫隔壁李大姐甲你医好的。多谢岳大娘，岳兄，你救命的大恩。也毋过廖兵四处就是要掠我，敢讲恁毋惊受连累吗？陆将军，这个所在真隐秘，绝对袂被人发现。搁再讲，这是紫云峰，山路细条，伊搁歹行，遐个辽兵，因必须要找遍全国大山，最后不得已才会找到这个所在来。是啦，来，袂等到冷啊，紧来食一个。是啊，今仔日因为我无出去拍啦，所以厝内面无肉。陆将军，你较委屈一点，食一点仔糜配咸菜。但是我心急如焚，搁较安怎吃也是食袂落去，我必须要立刻回边境。对，岳兄，我要过来求岳兄照一丝的预防，打扮像你这种拍拉的模样，才会当瞒过就辽兵。袂用的，大将军，你看你的病拄则好，身体搁这么软弱，免人去入去赶路啦。我袂用顾虑遐尼真多，因为我若无赶紧倒转去，恐惊会耽误就大事。我有啥物代志？袂用甲阮母仔囝讲声。红旗来将良药出，一滴相送结良苦。虽知我必再归府，势必回家书。将军，万一你若是被辽兵发现，你看你的病又搁这么软弱，搁未完全复原，若是昏倒在半路，安尼共款毋是误了大事。我愿意替陆将军你走这段路。安尼好啦，陆将军，这是真好的办法。阮是这个山顶的老户。而且，阮囝的母个是真好，互阮囝代替你去走一逝啦。
师嫂，伊已经有甲你讲过啊？是。要出兵以前，我有去田家探问四哥，四哥伊有甲我讲，阮两兄弟的秘密，四嫂拢知影。四嫂，四哥一再伫咧烦恼我，伊讲毋免讲，这件代志伊已经有甲我讲过，叫我千万袂用去掠杨延娇，爱放伊倒转去惊啥？是毋是安尼？可是有好交代，若无掠着杨延娇，伊要将恁四个斩首。弟兄，这件代志我应该着爱安怎？我是要安怎办？四嫂，我也甲你共阮真为难。若是要来保全四哥，惊伊六哥会丧命；若是要来放走伊六哥，四哥就爱避走。毋是，弟弟，你的情形是甲我无共款。六郎、四郎拢是你的大兄，恁四哥是我的翁婿，也是我巴肚内这个囡仔的老爸。原来杨六郎，甲我根本一丝仔就无牵连啊！那安尼，你是决心要撩阮六哥是？我袂用安尼做，我假使若是掠杨六郎，恁四哥一世人都袂原谅我。无互派咱三个人来这个五台山内的杨延昭，竟然是我家己藏伫咧所在，恁两个拢要伫这个军场内，安怎样？是要等杨延昭来找恁是？阿姊，大红马被人逼进迄个天家，如果你若无掠杨延昭，伊是爱死呢。阿姊，你啥拢袂着急，你是安怎？阿姊，你哪伫咧哭？李红啊，我哪只想到咱这里伤心呢？宁家贤良，第三公啊，苦在迄个天路，看的难懂。车主的左灵啊，心开恨，怎不流泪啊？伊的捧红。哦，原来是为着这件代志。阮姐夫会受苦。应不完，怪伊的自己惹的好端。铁镜，夫妻之情啊，也不管。随铁镜本来无关。那是迄个木树啊，比家近，问你的关心无？不咧关心。你若放走迄个杨家将，咋个会绝对不会宽容？我的心肝是无通像阮阿姊遐尔啊软。如果你若像恁阿兄无义，犯这尔啊大的毋对，查家共款就是袂原谅你。好了好了，铁镜，你
恁两个翁某本来就真和好，不应该为着我的代志，两个煞来伫咧争吵。哼，什么人咧甲伊争吵？哦，阿姊，咱即几工拢无法度搜查杨元昭，我看大概伊是秘伫迄个指婚坊。安尼也是好，我着带兵马来去指婚坊试。小等下，记住。即几工，你为着恁姊夫的性命，实在互你真辛苦。我看指婚坊得要掠杨元昭，互阿姊来去就好。你踮咧细场好等佳音。安尼也是好，也毋过指婚坊的路真歹行，兵马只用咧带3000名而已。不要紧，要掠杨元昭一个人，3000兵马已经是有够。请。陆将军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呢？岳兄离开厝已经有2、3天咯，厝内底米粮也得要无啊。我想出来去拍几只飞鸟就转来。唔通啊，万一若去捡廖兵拄着就害咯。袂，大娘你做个放心，我有听甲大哥弟讲，伊廖兵袂遐尼遮容易，会出来到这个指婚坊，我真紧就倒转来，我来这个附近啊尔。你放心啊。是人用钱甲你射无啊吞去，头还阁掉咧。好啊，这个小囝，阮大爷绝对无放你干休的。喂！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？什么人应准你来这个所在拍啦？这是阮的地盘啦。恁的地盘？对啊，这是指文坊，过去就是芭蕉山，就是俺明良俺焦镇，恁大爷的地盘啦。免甲伊讲遐济，好我，喂，小囝，身躯所有的银两，拢甲我牵出来。原来恁两个就是山贼啦，啊，恁的运阁无够偌好安怎？当着我身躯阁无半线。啊？小等下。细主来报，杨元昭果然是秘伫咧指婚坊，我应该爱甲伊掠起来，也是放伊走咧。来，你假透咧！你唔假透，讲唔啊？先假透啊！安怎？恁即马阁家乡我要提钱无？小囝，你的功夫阁真厉害啊！你一个人有才来掠阮两个？喂，来甲我透去！要若唔好，小等互我山济遐兄弟若讲来，你若跪咧面头前甲我叫阿公，共款来死！对，小囝，有听无？来，紧来放开！开喙啊，小囝合喙啊，小囝，你到底小囝是伫叫什么人？啊，当然嘛是伫咧叫你，无敢会叫我家己哦。都对，小囝就是你叫你啦，你就是小囝，你知无？小囝。亮，伊怎么抬你？我靠！我头拄我若知影讲伊叫小囝会叫抬哦，咱若点叫两句就好啊，你知？后边安怎？你唔通唔着叫，叫你小囝人，是明玉，唔是我招财咯。当你若讲安尼，
是你先叫的，我才会晓叫呢。无咯，是我对你我你袂问伊看有影无影？你甲问嘛？你先叫小囝呢？哎呦！我无要抬，恁即摆就走。等下，等一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英雄啊，阮吼足钦佩你。嘿啦，英雄啊，拜托你，阮愿意吼到你的身躯边跟随你，好唔好？跟随我，哼！我杨元昭哪有甲你这个山贼地结交？啊？杨元昭，哟，杨家将，有家长，小等，杨将军啊，吼，阮兄弟啊，早就想要投效大宋啊呢。对，杨将军，无论安怎样，一定爱甲阮收留起来。阮山贼无爱做，甘愿踮你的身躯边，甲你斗阵来阵，下官兵。真是。真的。好，既然恁若要弃车归朝，不但我要收留，也要甲恁两个人斗阵做结义的兄弟。哈！多谢。紧起来！调兵！原来是调兵各位，我送到在树上，又看着。原来是救命！救命！弟兄，大哥，救命！你奶奶这个五代咧？大哥，人安尼都已经答应啊，什么人敢讲袂用的？是安怎？大哥，拄则你伫树顶一定有看到吼，我的枪法袂歹吼，连环将你的金花公主都毋是我的对手呢。唱法确实真好。功夫有够厉害。不愧是杨家的李将，搞。大哥啊，因两位是拄则有影甲伊结拜做兄弟，名扬昭彰。叩见王爷。会食免礼。会食，托天之后，你平安无事。本王不但会当对太君交代，而且也要辜负皇上的期望。皇上，家兄，你敢要袂倒转去惊啥？大将军，是安尼啦。我一个落伍台山，就去拄着王爷的大军。王爷讲，毋免将灵药送去惊社。为什么呢？燕昭，灵之助理又水灵，怎奈皇上伊家贫？奇怪燕昭治了病，连我回去做不起。神罪该万死，皇上。以为先王已尽心，何必主这花开心？成君对你背忠心，本王奉旨找忠心。皇上华兵理在。
原来五台山，家书当将下官，为我一人心不安。陆将军，皇上将你当作吐天玉条，实使你来当入朝为官，继续为国效劳，安尼毋就当报答皇上的厚恩，哪有啥物人袂安心呢？也毋过，这件代志必须要回禀就我的娘亲啊。哎呀，六哥啊，人安尼拢答应啊呢，曹爷嘛将圣旨砸来啊。娘，咱随时就要由山贼变做大将军啊呢。到时大哥会叫你去做火头军咯。圣旨下跪，万岁，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之愿，先王不能加兵，定得诸神拥戴，守卫边境，北辽充公，时阵入侵中原之野心，必有英勇之将，方足以哈骨肉之亲，诸葛杨延昭，忠义传家，文武全才，请感大用。今封为兵马大元帅，镇守在三关口，即日受职，钦处。谢万岁，万岁！